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漢阿 wing。今日翻咗幾款有超筍價嘅卡地亞，3款都係全新嘅自動機械手錶。最震撼呢，一定係個價錢。我哋而家做緊公價嘅65折，折咗呢3-4萬就入到手，絕對係買到就賺到嘅價錢。如果你係追求極高嘅性價比，想用最細嘅 budget 就買到最尊貴嘅卡地亞，今次呢幾款呢，絕對係你首選。首先介紹呢隻就係直徑42mm，配上咗用緊 DLC 塗層嘅錶圈，夠晒硬朗。灰色嘅面盤配翻玫瑰金指針，視覺效果咧都好有層次。手錶防水深度有100米，3時位做咗日曆槍，採用緊卡地亞瑞士 1847MC 自動機械機芯，有42小時嘅儲存動能。配翻呢條用咗摺疊錶扣嘅真皮黑色皮帶。呢隻咁有運動風格嘅卡地亞，官網定價係48,100蚊，而家做緊個超筍價32,400蚊就買到。跟住介紹呢隻就係永恆經典款 Tank Solo XL。Tank 呢個系列係卡地亞嘅靈魂，而我手上呢隻就係18K 玫瑰金 XL 版，31mm 嘅直徑，對於 Tank 嚟講係好適合嘅尺寸，夠晒大氣。配翻招牌嘅藍色尖晶石錶冠、羅馬數字時錶同埋藍鋼指針，一戴上手已經知道佢係卡地亞嘅經典款。而作為一隻自動機械錶，佢嘅錶身厚度呢只有7.9mm， 非常之纖薄。再配翻呢條啡色嘅鱷魚皮紋錶帶，夠晒貴氣。呢款錶官網定價係73,500蚊，而家我哋都有翻個超筍折頭俾錶迷，折咗47,800蚊就買到。跟住介紹呢隻係直徑36mm 18K 玫瑰金錶殼，白色嘅錶面襯翻黑色嘅羅馬數字，一樣有招牌嘅藍色寶石錶冠、羅馬數字時錶同埋藍鋼指針，配翻呢個藍寶石水晶錶面，30米防水，襯埋呢條啡色嘅鱷魚皮錶帶，係一隻做得好纖薄嘅自動機械腕錶。呢隻 18K 玫瑰金，官網定價係62,500蚊。咁我哋做緊個超筍價41,100蚊就買到。呢幾款卡地亞已經到咗門市，仲有我哋錶行1年保用，有興趣嘅錶迷快啲上嚟睇下啦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